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今日8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大雨落到中部足生惨，苗栗湾里南投仁内、台中大坑、中华花坛拢有灾害。农委会嘛公告农业损害现金救助的详细办法。又个风台开始结起来，菲律宾海面热带低气压拍算上紧，今仔日就会发展作今年第11号的风台北落。英国住在香港总领事馆一个职员8月7日人去到中国，说来阴信全无通，因的家属讲有接到消息，讲伊受到行政拘留。连续几落天的大雨，落到中部真凄惨。咱来看苗栗湾里南势里，有民室仔厝和土石流规个灌入去。南投仁爱乡万丰村这搭遮土石才拄清土工尔，昨暗头啊，一阵大雨，路边的布坎又搁放300公尺遮长。搁有台中大坑的山区，嘛有一片过100外只狗的狗仔园，因为大雨有去算到。搁有中华花坛一间工厂冻土墙放弃，机器的设备嘛损害袂少。大雨造成土石泥流，这是苗栗湾里南势里，从因面体内的泥沙、土石源头都是伫这。这边就是土石流的起点，右侧的山坡那个水沟那边流下来。厝内底乱糟糟，居民已经先撤走，但是暂时已经袂用住人。正大雨啊，就退落来啊。雨水拢甘大啊，所以讲比较较会土石滑落啦。被染到仁爱乡万丰村一日头83山，几落天的大雨，县府派人来抢通，真无容易才甲土石清好放行。搁伫21号暗头的一场大雨，再度予道路中断，有一台小客车嘛启动掉咧。我要把口已经来不及了，结果一下子我们就打不开了、啊。我想说可能会被买走了啊，结果那个村长赶快跟村民来把窗户敲破，我才出来。5点多的时候又下了一阵豪雨哦，那导致整个路面全部又淤积哦，那到现在为止第5天还在陆续抢救了。伫台中大溪山区收容上100只流浪狗的庄妈妈狗园，19号嘛发生了大规模的土石流，狗园有一半拢放弃，狗仔的饲料嘛冲走，收容区域内底建筑物嘛有危险，狗主人非常的烦恼。那个沙石都一直流失了，还有昨天有一区又要摊贩了，我就赶快请人在帮忙。另外，伫中华花坛中原路一段面顶的一间皮革压花工厂，大雨阁加上地动，16号已经出现着壁损，隔天阁因为大雨，因秘密工厂内底造成7公尺长的冻土墙拢规放弃，厂房内底机器受损。几落天的大雨，互工厂的边坡一直咧放弃，目前已经先用篷布甲伊砍掉咧，等天气稳定，将变故后壁要搁安人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农委会统计讲，这水大雨日连绵，到昨农业损失已经有1亿过400万。嘛公告办理现金救助的地区，包含屏东、高雄、台南、南投、云林甲嘉义。咱也有种着木瓜、香瓜啊、西瓜、刺瓜啊、叶仔菜、大龙梅啊、白菜有去算到的。8月30进前拢会当用针对公所来申请。农委会单集中主委原来呼吁讲，咱遮的公所都要带念农民的处境，认定的标准尽量宽限。8月12号，豪雨造成中南部地区农业灾损，农委会除了陆续前往各地区了解灾损之外，嘛特别主动公告农损现金救助的项目，包括屏东、高雄、台南、南投、嘉义、云林等6个区域，拢伫这波的范围内面。就我们农粮署跟改良场同仁勘灾的结果，绝对损失超过20%，所以就可以符合领取天然现金灾害救助。那西瓜每公顷领6万，那其他的木瓜等这些的瓜类呢，是每公顷可以领75000块的一个天然现金灾害救助。那叶菜类是24000到36000不等。这一波的连日豪雨，造成农损估计大约1亿外块。以南投县损失上严重，基础是高雄市。农委会除了提供现金救助申请，嘛伫咧农民户金的部分提供协助，同时嘛呼吁各乡镇公所捐款认定。只要农民有照相存证，那其实乡镇公所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受理完成这样的一个程序，以避免因为我们乡镇公所的人力那不足而拖延了整个现金灾害救助的程序，所以这个部分如果需要农委会这边提供更完整的科学根据，我们可以来协助。
申请的期限现在开始到8月30号为止，农委会嘛启动技术的服务团，协助农民减少灾损，辅导农民恢复生产。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又个风台开始结起来，菲律宾海面热带低气压拍算上紧，今仔日就发展做今年第11号风台北落。万不利太平洋的高气压若搁较强，将风台拖往西边，就有可能伫咧即个礼拜时影响到咱台湾。伫湾台湾差不多1500公里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各地发展，气象局无排除一天内底变做今年第11号风台北落。气象局预测，拜四太平洋高压开始变强，并且用西边延伸。延伸幅度会决定到时阵风台挖台湾瓦军。现在数值模式的预测资料还是很分歧哦。虽然有比较多的资料有慢慢往台湾这边接近这种修正的趋势，但是因为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哦。我们建议还需要1天到2天这样的时间来观察跟研判。气象局表示，目前热带性低气压所受环境海水温度有够。不过，这个风势条件对快速发展并不利。若是未来变做风台，会使轻度风台强度经过台湾。目前各国预报是差真细，而且各地修正中，路线也是有变化。如果是往西走的话，那它大概礼拜6就会登陆到台湾，这是目前往西走的这个情境。如果往北走就影响到日本，对台湾影响几率应该不是很大。专家提醒，因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经过台湾，若有机会影响台湾。为变做风台，到发布警报的时间会真晚，请民众要特别注意最新的气象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到底郭台铭、郭文铁和王金平到底敢有要夹赌？现时有风声讲，郭台铭是按算讲旧历7月过，伊才要决定。台北市长郭文铁讲吼，这歹讲啦，在个人的宗教信仰无相像。另外，王中时的董事长蔡英明，伊质问郭文铁讲，今日你参中国的国台办是表面上咧操碎，私底下才通消息咯。郭文铁市长嘛应讲，若敢有你这款媒体，台湾敢阁有需要得人心？台北市长郭文铁2日出席区块链的活动，佮和王中集团董事长蔡英明隔空交会。前一天，郭文铁讲，家己和国台办是对手的关系，和蔡英明甲呛讲，国台办敢会将你当作是对手，也是利用私刑的方式来解决，只是表面上过招。郭文铁这届搁再关切，讲有你这款的媒体，敢阁需要敌人。国台办对我来讲是一个要一个打交道的对手嘛那请问旺总，你跟国台办什么关系啊？他这个红媒的标签，也不是我们跟他贴的，这个台湾有谁不认为他是红媒？所以有时候在讲呢，台湾有这样的媒体，因为我们那里还需要敌人。郭文铁连日来和王中全面开战，阁爱无用促成郭瓜王的革命。又阁有消息指出，郭台铭直拢无决定要参选，除了在等国民党换掉韩国瑜，嘛想要等旧历7月过了后，才阁做最后的决定。这个我不能替他回答，我来讲我是不知道，这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像我们台大院理论上也是最现代化的最讲究科技的。可是我发现台大院几乎每个病房包括那个其实的那个检验室也要拜拜的。郭瓜王革命也未定案，不过另外一边，民进党议员柯淑华就呼吁讲，希望泛绿会当整合，白绿各有合作的空间。对这点，郭文铁笑笑，虽然说讲3届，新潮流真了不起，并无正面回应讲双方面是不是要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今日阁开记者会，伊批评教育部伫咧中央政府精简计划内底。特别预算有涉及目数位建设，要分配予新北市政府的教育局7亿3千万。讲是要建设智慧型的教室内面一台会当将声甲影夹做伙控制的机台。不过，即阵就学校的老师讲，到甲迄台根本就是无路用的阿嬷，阁有制作即间机台的厂商，阁有刑事违法的前科了。新北市教育局利用教育部拨用的精简计划经费，其中1亿3千万用伫咧建立智慧教室的影音整合控制器，用一个开关控制的方式整合教室内面所有的器材。说服第一线的教师批评讲，得标厂商投的是笨手阿嬷，功能无健全。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接到真情，批评讲替未来教育咧讲生笑。陈情书上面所讲1亿3丢下去以后，就买一个根本没有实际功能的垃圾箱子。
不过全国批评控制阿爸的招标规范无符合，资本应该伫咧6月就爱完工，煞互厂商点燃到8月，问题真多。新北市教育局是回应，同意厂商时间点燃到8月之6，目前完成至少有6成，也未达到验收付钱的阶段。因为当契约书在修正的期间，厂商的确无法进场施工。那评估这些合理性的因素，我们同意厂商可以展延到8月26号。针对委员刚刚提到这一家公司，我们会后也会进行各县市相关的一个得标的一个了解，看各县市目前建制一个状况，然后再做一个会诊。对相关单位的回应，王国昌无法度接受，佮指出得标厂商捌有伪造文书等等的违法前科，无符合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要求教育部和新北市教育局要进行了解改进，并且按算伫开学了后9月初2的下晡，要去新北市的学校进行实地调查，将问题填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讲英国住在香港的总领事馆内底，有一名姓郑职员，伫咧8月初8人去到中国了后，刷了音信全无通。郑先生的家属讲，经过英国领事馆的网站有接到消息，讲伊伫中国受到行政拘留，不过要拘留偌久，人伫倒位，嘛拢全无较详细的交代。我不掌握你说的情况。Yes, we received a report on the 9th of August relating to a missing person case. But for the sake of personal data, I couldn't disclose too much details here. And the case is currently under the inquiry by the Regional Missing Person Unit of Kowloon West Region. And so far,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does not receive any notification from the mainland authority under the reciprocal notification mechanism. 香港警方负责讲解是进行，暗个证实这是一个查某人报案，讲伊28岁姓郑男性家属，伫8月初8离开伊的徛起了后就失踪。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这个男子伫初8对路河离开香港进入中国，已经将伊列作失踪人士。西九龙失踪人口调查组会进行调查，并表示卖甲中国相关部门保持联络。家属21伫面册发表中英文声明，表示真烦恼。伫初9已经向英国领事馆要求帮助，并甲入境处甲香港地区政府驻内地办事处联络。初9人家讲Simon向行政拘留，暗个无就讲向拘留的原因、场所甲期限。不过，香港抗议记者甲办事处联络进行查证，并无得到直接的回应甲确认。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中南美洲上界大片的国家巴西，国内第2大的城市Rio de Janeiro，昨有一只公车伫咧半中途，互人一手砸来，结果爬去伫车顶是歹人压枪要压车。加在经过4点钟，获伫公车外口的警察开枪将伊拍死，车顶37名的人质拢总平安。伫连加里约翰附近城市尼特洛伊总长度13公里长的大桥顶面，一旦看到特殊的警务部队挖进巴士的后边，了后压枪的人拍开车门，弹出一包咧捣毁的物件。伫巴士的头前，警方想要进一步沟通，车顶总共有37名人质，歹人前后分配释放4位女性以及2位男性的人质。日透早5点半，嘛是交通开始渐入尖峰的时段。这个歹人炸一支刀仔含假枪，直接帮对圣贡萨洛出发的巴士。圣贡萨洛是一座以产者和暴力犯罪较济的城市，真侪居民拢会通勤去里约上班。巴士出发了后，歹人开始威胁乘客，并且大声发讲这是劫持，但是并无要求乘客提出有值钱的物件。相持4点钟的时间内面，经历部署、狙击手嘛就位。电视台的实况转播过程当中，歹人落车，佫会当清楚看到伊洗做啥物型。最后，这个歹人弹出一包敢若是落架的物件了后，转去车内面，就听到巨大声庆声，歹人抓互警察开枪弹死。Parabenizo mais uma vez a Polícia Militar do Estado do Rio de Janeiro, em nome da Polícia Militar, muito bem sintetiza o pensamento do governo
porque a polícia militar atua. Algumas pessoas não entendem o trabalho da polícia que às vezes tem que ser dessa forma. Se não tivesse abatido esse criminoso。捌是海军陆战队成员的里约热内卢州长韦泽，捌处长伫咧直升机顶悬以这观点狙击诈枪的嫌犯，全引起争议。警方表示，这个歹人犯案动机不明，在劫持的过程当中，嘛无提出特殊的要求。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内政部现时正伫咧推动要搁换新的身份证，顶头敢会印国旗？过去引起众人议论，现此时资料已经送去到行政院，有消息讲。国旗会印伫咧身份证正面倒手边顶头角嘛会印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这字体。不过内政部针对细节无愿意透露消息，行政院嘛讲，要等议会开会讨论通过了后，才会定案。内政部要换新的所有身份证，是毋是有国旗的图，捌引起讨论。毋过传出新的身份证倒边顶头会有国旗，阁会标注着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甲去年摕到丁选设计奖的作品真相共。整个数位身份证的推动，我们会持续的推动。那相关的细节，我们会等明天行政院院会经过院会确认之后，我们会对外来做说。新的所有身份证预计伫2020月开始换，逐张卡的成本无到200块，而且一张卡有多功能，会使选择介接着健保卡、驾照。对比到即卖身份证，外显的资料敢若有名、相片、身份证号码、婚姻状况，加强保护着雇主。另外，伫所有时代，互人真关心的安全性，会有超过20度防止人假造的装置，文书资料加密保护。传出上紧22号都会伫行政议会来讨论。有关数位身份证案在明天的院会是否会排入议程，进入正式的讨论，目前还不确定，因为议程未定。新的身份证嘛会有虚实世界身份识别、数位签章等8大功能，方便民众会使用伫各项网络的申办服务。加密的资料必须要民众同意，而且要有密码才会使用，望使落实资讯自主。记者欧阳曾志成台北报道。咱昨有报道，伫咧美国摕到 Pokemon 的比赛世界儿童组的冠军，这个10岁的选手吴比，昨倒转来到台湾，伊的亲戚朋友啦、国校的同学啦，拢去飞机场等伊。吴比讲，互伊感觉上界欢喜甲满意的，就是经过伊的比赛，全世界拢来看到咱的国旗。甲宝可梦内面代表好运的红仔裂空座围伫咧暗滚，才拄位美国华盛顿特区摕到2019年宝可梦世界锦标赛儿童组冠军的囡仔兄吴比，20转来台湾，去访问到是安怎比赛过程，拢甲国旗抹掉咧。才10岁伊安尼回答：我是要人家看到我的国家。要摕到世界冠军有影真无简单。吴比为2017年开始耍宝可梦游戏，当年拢伫咧国际大赛，甲各国的选手拼输赢。比赛的衫后壁有印50个国家的名，这全部拢是今年有来参赛的国家。妈妈讲，其实吴比真紧张。哇，你好，每个人都称赞你。他说不是他紧张到面无表情，因为他平常是一个很耍宝的人，只有害羞的时候就会完全没有表情。对。甲古锥的皮卡丘装杯冒条条，台北市在兴国小甲吴比共班的同学也拢来机场甲迎接。我还跟他一起坐在一起过所以很骄傲吗？对呀，我很荣幸他可以得世界冠军。加做台湾电竞史上上有气的世界冠军，吴比是微微啊笑，这段旅程也成做伊今年秀热上精彩的回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全国12年国民教育的家庭联盟早起去到教育部陈情。讲民间有业者设网站宣传讲，若去参加因广告的大学先修的课程，另日入去到清华大学，一寡学分就会当消除掉。莫非这是对这间公司的业者特别有利、特别优待？清华大学出来说明讲，现时有真侪大学拢会开先修课，嘛拢有收费用。明年啊开始，因会家己落去设宣传的网站，较免经过民间的业者过手，致使社会的议论。伫网络学习即嘛是真流行，平台嘛真侪。12年国教家长联盟入去下联盟发现，内底开的大学先修课程，讲是甲招联会合作，会当拄清大学分要收1200块到1800块。
它所采用的大学先修课程，不论是在课程的分布上，是采用了学联网的平台，而且在支付款项的流程上面呢，是透过了学联网的金流机制。因为平台共同创办人是清大电子学院院长黄仁富，家长联盟质疑清大监视甲业者交结。清大回应学联盟是付钱甲10外间大学合作，考量成本甲品质，106年开始收费。他必须要经过考试那这个分数呢通过一个标准以后呢，才能够拿到这个学生。其实各校都有收费，有的这个收费都比我们还高啊。对于家长的指控，教育部表示，确实鼓励大学来推动先修课程，教联会会员嘛有先修课程的平台，会去查清楚清大这个课程敢是伫咧这个机制进行。透过这个平台的机制讨论之下，确定修完这个课之后，他自己所属的学校愿意做一下学分折抵，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在。被家长联盟几落届指控，互业者日头，清大表示，黄仁富教授已经提出妨害名声甲家长诽谤，而明年开始会家己来建立系统，避免争议。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今年正月，病人自主管理法这条法律开始起行，咱未来拢会当决定讲，人生行到上尾站的时阵，要急救还是毋过要签这张单进前，咱就爱家己自费几千块，去向精神心理方面的专家咨询。大家听到讲有这条钱呢，有当着啊手骨就软啊。根据统计，目前全台湾只有6000几个人有签这张预立医疗决定书，所以卫生福利部即马正伫咧研究，要针对这条费用来设出补助的方案。为着要保障民众家己决定成长的权利，病人自主管理法伫咧今年正式实施。民众会当先透过书面做好医疗决定，来选择要接受或者是拒绝维持性命治疗并处置。但是根据卫福部的统计，目前全台湾参与的97间医疗院所当中，只敢差不多6000多人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其中以台北市立联合病院推动成效上好，到7月28已经有1133个人签署。如果他过去都没有经验，也没有去思考过，就是那个人生的这个议题的话，其实不用贸然跟他推动病主法，而是从就是说他的一些过去的经验可以逐步的来。根据病史法规定，民众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进前，必须要自费咨商，每点签的费用上限是3500块。目前每一间医疗院所收费的平均伫咧2500至3500，但是有的病院提供团体会当拍折，亲像台北市立联合病院是2250块，屏东民众病院是采取低收费的策略是2000块。但是亲戚朋友做伙来，嘛对你签署，每一个人只敢加收500块，所以实施半冬来，已经有140个人签署。是所有参与病院当中排名第5名，人数已经超过真侪大病院。参像台北病院顶个月中签署的人数嘛，只敢100个人。价格是一个阻碍，但是我也不认为说完全免费是就会有效，因为他不了解你，即使免费，他也不见得会要做啊。医方承认讲，因为每一间病院咨询费用无同，相关有可能必须到3500，对经济弱势民众来讲，确实是一大负担。这嘛是为怎样比起安定医疗、意愿处置和同意器官捐赠的人减真多主要原因之一。对这点，卫福部表示，当咧研究补助方案和金额，按算伫这个月底进前，就当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现代妇女基金会公布上届新的调查，4个人内底都有1个人捌互利用现代科技的资料，像讲伫网络顶头先探咱的去处，过来才甲咱跟踪。互人跟踪的人内底，女性的比例顶78.4%，到底是谁来甲咱跟踪？身份不明的比例嘛超过32%。所以现代妇女基金会建议大家尽量莫伫咧 Facebook 顶头登卡咯破文章，安尼就是咧泄露咱家己的行踪。耍游戏的人伫恐怖事件中，爱找出线索，将破解谜团。这现代妇女基金会甲业者跨界合作，用耍的方式，互社会大众了解科技军踪资料有偌大影响。因为网络普遍使用科技，也加军媒体进行军踪资料案件一直发生。现代妇女基金会公布上新调查，每4个就1个人靠科技军踪，
其中女性的比例有78.4%。大家使用这个手机，这个网络的时间比例实在是过长，它非常的高，超过10个小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新的形态不断的呈现。调查分析有78.1%叫面册、LINE、IG 等社群媒体骚扰群众。现代妇女金会主任王秋兰表示，有3成的受害者根本唔知影这个人的真正身份，认为这个人身份暗藏，被害人大部分是采取消极应对。民众要保护家己，伊表示尽量较少打卡po文，做好个人资料管理。移除你的在网络上的个人资讯，那再来就是呢，把我们的这些账号啦，或者是这个社群媒体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些隐私设定都要去检查，然后去做修正，让它的隐私设定的强度变强。现代妇女金会表示，目前法令对长期无原因群众相当介以社会秩序维护法罚3000块，所当的效果无大。不过提醒民众，若是拄到性骚扰，会当以性别工作平等法、性骚扰防治法保护家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有人将自家用的车插到机动车的色，再去中华车头咧学人客。不过车顶无迄粒表通好跳，互坐到车的民众向监理站检举。客载人员会同警方顺利查到违法的白牌车，也依法来甲伊处分。监理站稽查人员甲警方伫中华火车头前查落一台黄色的轿车，车顶还阁载2个外籍的移工。虽然车身的色甲机动车一模一样，不过伊只是一般的轿车，袂使营业载客。驾驶已经违法载客，中华监理站要进行开发。民众来反映说，他搭乘的那个计程车是黄颜色，但是后来查证它并不是计程车，只是说这个计程车是一般的自用车，但可能是计程车退下来以后，它变更成自用车以后，又把它恢复成黄颜色的部分，那当然它是不合法的。中华监理站表示，最近接到不少民众检举，伫咧中华火车站头前，有人甲一般的自用车换上甲机动车同款的黄色，伪装成机动车违法载客。不过一上车才发现根本就无理性的计费表，司机随便开价收费，对一般的民众无保障，嘛影响合法机动车的行李。我们都没有前科，我们都是合乎政府的规定的。那白牌车呢？他有没有前科你不知道，对不对？而且第二个，他们你真的要投诉的话，你投诉无门。出事也比较找得到人，然后就是比较有保障。中华监理站会同警方7月到今已经查到5件白牌车违法载客，其中2件伪装成机动车。调查嘛发现，这2件车主以前拢是机动车司机。以公路法也有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规定，除了开罚10万块，嘛会来吊扣牌照，也有驾照各4个月。记者中华综合报道。咱来讲高雄小港沿海6里遮3冬前，市政府来办健康检查，发现讲遮拢总1800几个里面，有超过4成人体内锌这款重金属超过标准。去年和旧年继续追踪，正是讲平均测，这个锌超过标准的里面内面有6成。漏点伫咧体内迄款1级的致癌物无机锌，真正是伤过悬。今日就民意代表开讲听会，众人拢讲，都要找出污染的源头，才是久长解决问题的步数。民众专心来听专家讲这个新的危害，因讲生活伫咧高污染的环境，真侪人身体出问题。市府105档针对当地1800外位居民来做健康检查，超过4成居民体内总锌是超标。过一档来追踪到异常的民众，是有7成的人超标。而去年针对到异常的民众来检验因体内致癌物无机砷，发现讲这受检者有6成的人是异常。如果污染源吹出来，咱唔才会当去避免啦，对无吼？你污染源无吹出来，你敢若伫后端底下讲要安怎检查要安怎去治疗，还是讲要做后续安怎处理？你检查嘛袂了。过去其实真的是高污染的锅炉、高污染的这个垃圾焚化、跟高污染的燃煤电厂，以及高污染的这个非铁的金属的冶炼等等种种的重工业的污染，对当地的居民，我想有一定程度的危害。有民众检查出无正常，不过今年度健康检查费用300多万，所以可能无钱，嘛互参与着讲听会的民代是无法度接受。小港医院那边可能没有办法完全那个所以我们就有另外再去找资源来做，所以原则上是可以确定的是，今年一定会把这样子的追踪计划进入
那个就是大凤地区去做。我们从105年持续监测到108年的第2季哈，我们发现重金属砷这个部分，它目前是低于欧盟的一个空气品质的。除了把关健康，全团认为重点是要找出着污染源，无只是一种形式，对要改善当地居民的健康是无伤大的帮助。记者王柳婷、陈显坤高雄报道。来讲花莲南安瀑布，这座水强者近来，常常有人发现台湾乌蠅。为着要掌握这蠅仔囝的去向，南林管处和乌蠅协会特别到5台红外线的相机，结果蠅仔要翕到了，煞5台拢互偷拔去，或者保育人员实在真无奈，阁真懊恼。这是最近常常出现乌蠅的花莲岛溪乡山区，为着要掌握蠅仔囝甲蠅母敢有做伙，花莲林区管理处伫7月30日，就伫咧瓦拉米步道口斗3台红外线的翕相机，迄当天嘛真正翕到蠅仔囝甲蠅母做伙，毋过这挂翕相机煞小连续互偷摕。8月16号的时候，我们的同仁去收，发现3台，其中有1台有失窃。8月20号发现另外2台也同时遭窃。另外，乌蠅协会19伫山区嘛有斗2台红外线翕相机，想要到过当天20嘛去互偷摕。偷摕翕相机的人甲铁链仔撬开，连保护的铁饵嘛做伙摕去。互保育监测蠅仔囝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不清楚民众如果真的窃取它，到底会有什么用途啦？因为它最主要是要做野生动物的监测嘛。那只要有动物经过，就会启动它的感应装置，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很多的人力。根据林管处的资料，去用偷摕红外线翕相机1台就要1万多块，财产损失无啥物。上重要是对蠅还有其他野生动物的监测都会受到影响。外界人是烦恼讲，敢是有拍来的人超故意把这挂翕相机偷摕走，想要做违法的代志。林管处会阁前往来到红外线翕相机，嘛会请警方加强山区的巡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现时政府长期照护2.0的政策内底，有设计一款家庭托顾中心，意思就是讲咱就近厝边头，也是讲社区挖人顾。对老大人来讲，这也是真好的一款安排。嘉义县65岁人口有98000几人，现主时这款家庭托顾中心虽然讲起来真合理，嘛真有瓦靠，不过规个嘉义县拢总只有4位这款的根据点。家家刀真认真加手里的纸，但阿嬷已经失第3档了。进前拢会去较远的落草日照中心，互人照顾。家庭透过据点的成立，互阿嬷会当就近得到真好的照顾。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因为只有4位长辈而已，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更贴近的那个照顾这些长辈，然后我们就是有提供交通接送的服务。嘉义县65岁以上的老大人占县内总人口的19.37%，但是亲像家庭托顾这款的照顾机构，内面的人员需要上课训练，照顾是大人的空间，嘛要符合卫生、消防等等的法规。嘛正因为安尼，亲像家庭托顾空间这款的单位，到这阵嘉义县嘛，敢若4间尔。那全国各地在推行这个家庭托顾都用了非常多的心力，那推展的速度并不是很快哈。那嘉义县有4个，那我们未来希望能够陆陆续续来增加。负责人表示，沿海地区下长照资源无够，为着想要帮助这个所在，所以结合家己医疗相关的背景，提供这款的照顾。社会局强调讲，家庭托顾会当为社区的适大人提供就近照顾的功能，会当减少照顾家庭的负担。环境有意愿的个人也是团体做伙来参与。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彻底防止非洲猪瘟，云林县自去年的年尾就开始禁止用油喷来饲猪。目前规云林县一天收回来的喷有35吨遮济，回收的比例达到94%。环保局才将这个喷青落做堆肥，色的泡脆，采用化剂处理，过来青色烧蓝，混合做有机的肥料。这当阵已经有生产2批280吨出来，免费提供给社区机关和民众提回去运用。甲地下内的有机质材料摕出来，外表是黑色的这挂有机质材料，拢是喷经过加脆、烘复大再个发酵的成品。有农民经过试用了后，认为效果袂输一般的肥料。因为过去拢用化学肥嘛，一寡土壤拢破坏掉了，所以咱即摆用有机肥这个土壤咧，加恢复了足好安尼，种起来所在安尼皮肤足优美的。
为了要防止非洲猪瘟，云林县在去年底就开始禁止用喷来饲猪。目前全县逐天的喷的量差不多是35吨，回收的量达到95%。甲喷内底青堆肥，适合采用化剂处理，落尾经过混合了后，变作有机质的材料来做肥料。那这些厨余我们经过沥水让它脱干完之后，那再做成高温灭菌它做成肉骨粉跟有机肥料那大概只有剩下大概20% 的一个有机物质的部分而已。在厨余的收集能够更精进，能够收集的量能够提升。这提升的过程里面，事实上第一个垃圾就会减量，然后垃圾的臭味也会降低。云林县环保局表示，甲喷泉换做有机质材料，过程需要控制温度，还有细菌的种，拢是需要技术来克服。这会当稳定甲喷减少达到一个量。目前第一批完成280吨有机质材料，经过农民试用了后，反应效果真好，会先提供给社区甲学校免费来使用。记者报道。毋若讲将喷制作做有机的肥料，咱来讲云林口湖乡公所另外阁有部半冬外来因饲乌水虻来食喷，一只细细只只的乌水虻，当伫咧大的时阵，一工挺好食2-3公斤的喷，会用个讲足紧就将口湖一工回收的400多公斤的喷拢食了了。虫若大只了，佫挺好饲鸡饲鸭，通好讲是无污染、互资源循环佫再利用的好步数。这一尾一尾绿绿色的虫当咧食喷，这种虫号做乌水虻，是云林口湖喷虫回收的关键角色。这种方式无需要像漚肥遐尼快场地，毋但有法度消化口湖一工400多公斤的喷，有当时佫会使斗3工食隔壁乡的喷。一天可以收400-500公斤的厨余，而且能够目前的以我们目前黑水含量的话是可以完全去化，所以我们才有剩余的量能去去化其他邻近公所的厨余。一只弟弟家的乌水虻，新中期会使食2-3公斤的喷，大汉变做新虫交配生卵。这时阵伊干那啉水，无要食物件，无亲像虎神、蚊仔会传染疾病。乌水虻有丰富的蛋白质，新虫佫会使掠来饲鸡饲鸭，为出世到死亡拢真有路用。2年同了，咱就是要开始来放出来这个做工课，嘿。伊伫即个做工课当中，就是重点要甲咱食厨余。伊伫即个厨余会甲咱食差不多1礼拜，饲起的芳捡起来，互鸡仔食啦，还是来饲鱼啊。嘿，伊是一个做好用的物件呢。那我们除了黑水蟒之外，做所谓的这种蚯蚓来做所谓的堆肥的一个去化部分，尝试看看然后找出一个适合乡镇的一个做法。云林县因为禁止用喷来饲猪，全县一工就回收要25吨的喷。不管是乌水虻也是大蚊仔，对云林县的喷扫问题拢真有帮助。县府嘛望民众使配合做好喷扫的分类，各乡镇嘛使找到上适合的做法来处理这喷。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中华的口湖，这阵仔若变到暗，就规清只椅仔拢歇伫咧街路边的电火条顶。虽然人讲椅仔来是隔条，毋过嘛是甲路边这的轿车放甲贵的。社区大学的生态的老师表示讲，因为秋天到啊，椅仔会暗北背向南，照路经过，才会看到遮尔侪椅仔拢汇集到咱口湖遮。抬头一看，天顶咧飞全部拢是椅仔，搁再详细看，电线顶悬徛几排，全是椅仔，袂输五线谱。这是伫咧彰化溪湖镇万头里丰隆二街，只要花1个月的时间，买暗暝时就会出现的景象。一寡车驶，会感觉讲吼，有一寡车若驶过是人行过是会去治着安尼。毋过这代表讲咱吼万头里是一个好所在，所以。伊才来遮翕。英俊若是椅仔飞来厝头前，就表示讲春天到啊有信用，嘛表示好格调。不过即阵徛在门口出现上千只的椅仔，车路袂输去互白色的炸弹攻击过，全部拢是椅仔的排泄物。忽然间，这个燕子这么好像好几千只跑过来，当然是对这个我们这整个条路整个生态啊，讲一寡车啦、面顶可能会造成一寡不大方便啦。会常常出现这么侪椅仔，生态专家表示，这是因为秋天得要来呀，椅仔要刷向南边的现象。以这个生物学来讲的话，他们现在是天气开始冷了，他们就开始大量的聚集，这个是燕子要迁徙到其他地方的一个
团体的一个活动的表现。专家表示，这个影仔只是暂时停留，秋天过了后，就袂搁再看到这尔罕见影仔五线谱的画面啊，请民众唔免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讲，伫咧淡水有一群人，因用艺术戏剧的表演，要陪伴青少年。因就是认为讲，艺术会当互这囡仔伫学习表演的过程中，找到无相像家己另外一款的面貌。咱做伙来看，看因安怎样用艺术陪伴青少年追求梦想。青艺明是一个用艺术表演教育陪伴囡仔成长的团队。明主有何为19年前接受文书的花样年华戏剧节，开始带囡仔透过团队合作、学习成长、合创作。咱是透过剧场表演、戏剧表演，学习甲别人有合作。咱为人甲人斗阵，互相做工课，会当学习的物件会比咱伫咧读书、伫咧课本内底学习到的搁较侪。啊，这几年伫花样内底嘛是有做植树来带学生啊，我就是甲因讲啊，恁需要啥物斗相共的，就甲我讲，我就尽量。啊，上重要的代志就是恁只要欢喜就好，不管是恁伫咧演出还是恁伫咧排戏。5年前，青艺明的风吹计划开始到安置中心高关怀班，用戏剧课程的训练，和一寡提早面对家庭也是人生难题囡仔有机会通行向积极的方向。亲像这种迷惘的、迷途的孩子，因为亲像长线风吹共款，身躯顶拢有勾一条线，咱要做就是把迄条线扭好按。把你带回来，让你辛苦比。老师是给大家一样的东西，但是教练会依照每个人不同的特质，帮他设定不一样的目标，然后带领他去那个地方。我觉得青艺盟可能我们看待青少年会比较像是这个方式。青艺明运用体检观的教育方式，引导囡仔找出家己的梦想和人生目标，嘛，互囡仔有机会通写出无同款的人生故事。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度台湾的灯会要伫咧台中举办，咱来看大理国校遮已经有上百组的市民来咧制作花灯，按单机骨牵电线斗电火到甲包布，每一步的经过拢真顶真。嘛有真侪人是头一摆参加做花灯，大家拢望讲家己亲手捏出来的作品，伫咧明年的灯会展览出来，通互世间人眼界一下。这边设置伫花灯的骨架顶管白烟线，迄边摕用塑胶的镜黏花灯表面的布。台中大理草湖国小的礼堂闹热滚滚，特别100组的民众为着2020台湾灯会，等咧制作5花14个花灯。原先我们以为很容易很简单，可是后来才知道还要用布装框什么的哦，才发现原来这1个礼拜时间可能是不够用的。现在的这个灯的做法，它有进步了。这种传统灯，以前大概就只有经纬，那现在都又把所谓的延伸出机理模式，现在灯越来越好。指导老师讲，做传统花灯的工序真复杂，对月度过开始，唔但爱用烟线甲融化布来做外壳，佮配电斗电火，真考验功夫。在花灯里面的支架，其实是由我们老师。讲师群帮忙我们裁切，而且他们会知道重心在哪里，不然我们往往一件作品很容易就倒下去了，因为抓不住它的重心在哪里。学员都做得非常的努力，都是希望能够继续做。2020台湾灯会伫台中，市府为着鼓励各界来参与这摆的灯会，并且推出民俗技艺，办正侪场制作花灯的活动，不少民众拢是头一摆来参加，正期待家己的作品明年伫灯会和大家见面。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开讲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讲灯会说灯会，当年台湾都有灯会，去年伫屏东。今年要伫台中，各地头有灯会，当然元宵上元节嘛有人会摇米菜。英国人讲有做社火，宪法的专家，伊嘛是台语的专家李丰熙教授，伊捌讲，若过去文人伫咧社火咧摇米菜，拢要述诗一句，论语一句，毋过台湾人咧摇米菜。李教授讲吼，凡夫走出大厂卖菜，大家都挺好摇，因为拢咧摇生活中眼来所见。形形色色的事物，国政今仔日甲你来开讲，咱就来要一下地号名的米菜。头一题，咱来讲东西南北拢压好，这要互咱要新北市、
中和区遮一个地号名。国政啊，小安尼甲你透透一下，东西南北拄啊好几角头，东边一角头，西边一角头，南边北边拢总几角头。这几角头拢总压着雨，即句压雨，后人另外一句话讲做南雨，安尼又有啦吼。中和遮一个庄头，我莫讲，遮个观众朋友啊，你若翁仔某做伙伫咧看节目，你着翁讲互某答，某又互翁听咧。过来换第二条，咱将镜头刷往南边。这条题目足简单，讲叫做行天宫。当然啦，我应该补一句话讲是台北的行天宫。台北行天宫咧拜就是文殊公，我要互你要台南市市内一个行政区。较早是台南县啦，较早台南县吼，就是一个乡镇市，毋过即马拢变做台南市啊。所以这区叫做啥物区？专门咧拜文殊公的行天宫，又台南市一个行政区。国政啊，这嘛足简单的啦。过来第三条好无？第三条，原来因为即几工啊，雨都无歇。头拄啊，咱讲东西南北拢压雨，互你要北部新北市伫咧地号名。即当阵，咱换来讲台南市北门区遮一庄头，即庄头题目真简单，讲有这荒地压雨。国政啊，头拄啊第一条讲压雨，另外有一款讲法，咱讲叫做南雨啦。啊，若东西南北拢南雨拢压雨，当然要互你要啥，咱就已经明拄明啊咧。啊，若台南北门遮一个旧地号名，讲吼压雨压着啥？压着荒地，压着荒地的城区。这有一间庙足出名，就是伫咧遮。国政啊，莫想讲吼。过来，各地头的地号名，连日一条一条，咱继续来做。啊，咱继续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这是对桃园牵连去到婚林两个地头的缘分。桃园大溪兴安社遮有一顶手路真油的新名桥，庙方一直咧找无讲，当初时是倒一位师傅定的。尾啊，因才去探听着讲，正就是顶日啊，咱有报道，甲北港的镇安宫含朝天宫顶新名桥的老师傅柯德南伊做的。可能是因兜，啊，佫有一块当初时兴安社拍互伊留念的牌匾，顶头写4字“卡特天宫”，意思就是讲手路是世间无得比的了。一顶40多年的新桥，面顶满满拢是真有路的雕刻。不过，桃园大溪兴安社这顶老新桥，庙方一直找无当初时是啥物人做的。这顶新桥和北港朝天宫的妈祖桥看起来真相像。这顶新桥牵两地缘分，透过北港历史工作者吴定兴看线，总算找到是老师傅柯德南的作品。兴安社的头人就是要来北港进香。进香了后，因看到做啊叫遐尼水，咧问讲，啊是毋是咱做这迄人敢若巧伊啊？啊无得做，啊叫庙讲无啦，迄人啊伫的吼，所以就因为这个缘分，找了那个泽南师做那顶神教。柯德南师傅的处理，佮有一个当初兴安社所送的匾，面顶写“卡托天宫”，更加确定这顶新桥是柯德南所打造的。兴安社特别为大溪到北港，就是为着要来记录这顶新桥的故事。所以说，我们特别下来找许大师啊，了解我们那一顶神教的制作的那个，比如说一些比较细节部分的流程。我嘛足意外啦，我嘛是我发久个咯，走40多单咯啊。吴正兴省长先来甲我讲大溪我要来甲你访问，我反正当去咯，我那也再想讲大溪我要过来安尼啦。意外缘分，互老师傅嘛感觉真感动。双方拢希望未来有机会会当交换意见，进行文化交流。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出门有当着现金以外，原来第一张卡片。你无论讲纳钱、买物件，还是坐公车、坐电车、坐高铁，拢挺好用。毋过这张卡片薄薄啊，有当着若摕甲无去要安怎？近来咱云林北港的武德宫推出一罐佛珠。互你甲佛珠挂伫咧手里，毋但讲会当念经咧，阁会当用即罐佛珠来驶车、来坐车，甚至讲来纳钱。咱同齐来甲看卖。进前台北捷运甲乖乖推出趣味的乖乖悠游卡，北港武德宫嘛甲一卡通甲佛珠结合，互你手挂佛珠就通四过溜溜去。武德宫的文创大概都一直是让
有2个特色，一个就是传统跟现代结合，那一个是就是科技跟生活结合啦。那所以说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这个一卡通的佛珠哦，它就是把这个一卡通跟念珠的功能结合在一起。吴德强阁请师傅来加持这16条佛珠一卡通，希望得到这个文化创意商品的人有生命工作的保庇。这款佛珠一卡通阁通结合处理的保全系统，和佛珠做电子锁匙。我们除了可以有支付功能之外呢，那我们也可以结合像住房啊等等的，然后来做一些简便的这种刷卡的一些动作，让它能够一珠在手，我可以结合支付、门禁等等的一些生活上的便利的需求。这款佛珠一卡通和信徒受理的佛珠，唔那通念经，也有科技功能使用，对现代科技社会和传统佛珠到时代脚步咧行。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神圣，咱来讲国立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教授。经过伫咧泰国南平采集到石灰岩这款石头，一支一支那特殊的形体，讲做石笋，因则佫用放射线落去扫，确定这个石笋经过几千年的年过，自安尼来看出过去2700吨东南亚当年落雨记录。结果，这个教授嘛发现讲，伫咧甘布这这国安哥瓦，人讲做吴哥窟，500年前为什么规个王朝拢会消失去？原因无定，毋是因为可汗，颠倒是因为做大水来锁地。特定这为各地采集来石笋，会当记录区域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落雨资料。台大地质系沈传洲教授甲研究团队前往泰国南部克兰洞采集石笋，经过定年技术甲10年研究，找出2700年的降雨历史记录。结果发现，西元1390年到1420年，东南亚一寡所在是非常淡。比对考古研究了后，推定吴哥文化消失的原因可能是做大水。去考古发现说，很多地方，比方水坝就溃堤了，运河呢全部都泥沙淤积。1390附近的时间，就跟我们做到了大洪水的时间是一致的。另外，这石笋嘛记录热带符合带2000年以来南北刷动的记录，结果发现2000年的赤道顶头降雨大，长期是向南在刷，所以北半球的热带会愈来愈大，南半球的是愈来愈淡。亚马逊河这个雨林呢，它雨林带会往南偏移，在赤道以北的地方会越来越干旱。撒拉沙漠也可能会导致在清岭镇会越来越扩张。沈传洲认为，以100年赤道来看，北半球热带欠水的趋势是降雨大向南刷，敢若是自然的水文震动，甲是毋是受到全球暖化影响，佮需要厘清。但伊嘛强调，若以几十年来看，确定是人类的活动造成极端气候的发生。记者林美丹从台北报道。看中间。现代人无论留共剪，手机拿出来就听好听歌，连用 CD 来放歌，有当得要退时行咯。不过近来伫英国，咱想搁再开始流行咧听 tape， 就是录音带。英国有乐团 The 1975竟然推出限定数量，即马唔买就买无啊！定装版的 tape 录音带的专辑，咱来看卖。今日去这间伫伦敦的专辑店，开起坑的拢是 CD、老曲盘，甲即马真海咧看录音带。人客来遮想要吹，都是时代起味的音乐。线上的音乐当流行 ，CD 卖了是愈来愈歹，听过录音带的人嘛愈来愈少。伊伫1970年代是同人知，是真侪人青春的记忆。1990年代 CD 出现了后，录音带真紧的就向取代，使用的人减少真紧，继续买的人大部分是细汉听录音带大汉的，想要找记忆，也只是专业工作者。啊，毋过这3年怀旧变做种流行，互老曲盘甲录音带又搁串起来，用老曲盘甲录音带听音乐变做真实拍。就伫去年，英国一乐团发行专辑，佮特别做录音带限定版本，互全世界过了100万青少年对录音带有兴趣。同款是怀旧少年人爱录音带赢过老曲盘，主要原因就是介绍较俗，佮会当再走。And als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really enjoy them because also they're like really nice to carry around. You can give them away. They're £5 about to buy instead of like £20 vinyl.
除了伫英国将事件嘛出现伫美国，受欢迎的英雄电影男主角都是用录音带听音乐，好真侪人第做。佮配合 Sony Walkman 40周年活动，拢互录音带伫美国卖数量连续4年成长，去年卖花22万个录音带。英国嘛愈来愈侪艺人开始推出录音带专辑，希望对着这摆流行。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中部上低29度，上悬32度。南部上低28度，上悬30度。东部上低30度，上悬32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多谢你。